食毒賽車最近就發生，行政院今日宣布14項已經措施，其中法務部按算第17召開毒品審議委員會，討論把這依托米酯對2級毒品列作1級毒品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毒品相當判死刑。食毒賽車第4隻會規死人吊銷駕照，毒駕技術檢測先罰27萬，若准閣再犯就罰18萬，會當一直加起來。而且呢，駕駛呢食毒，不管車是蝦米人下，攏會當不受。衝浪警車嘛，去弄到停佇路邊的車，小客車衝紅燈，警方向前拿閘，無想到駕駛煞大油門加速逃走。代志是佇高雄左營區發生的，車內互人發現有毒品，駕駛毒品喙爛快胎嘛是陽性反應。食毒賽車真濟，法務部一定上緊17召開毒品審議委員會，討論把依托米酯由第2級毒品改列做1級毒品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相關的當處死刑。依托米酯由第2級毒品改列為第1級毒品，凡製造、運輸、販賣，最高可處死刑。衡平性、比例性跟罪值來做一個通盤性的考量，但基本上我們整個毒駕的刑責是往上要提升，這個整個政策方向是不變的。食毒賽車防治方面，交通部規劃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食毒賽車吊銷駕照3年，若是累犯也是肇事致使別人重傷死亡，終身袂使考照。若是年滿18歲公車乘客，並伊知影駕駛人有用毒品，也是醉車，一處連坐罰，相關的當罰15000。同車乘客沒有去勸阻那個駕駛毒駕的一個駕駛人的話，也會被處以6000到15000的一個罰鍰。吊扣吊銷要重考的話，就需要經過戒癮相關的一個程序。當時食毒賽車累犯罰鍰原來會大幅度提高，食毒賽車罰鍰為3萬提高到12萬，食毒騎機車為15000提高到9萬。第2屆違規佇頭1屆罰鍰的基礎，閣加罰9萬。第3屆以上持續累加，而且無進步。食毒賽車技術測量罰款為18萬，要提高到27萬，再犯者每一屆閣加罰18萬，累計無進步。而且食毒賽車的車，不管車輛是啥個，攏不收。萬一他的車子，他其實就是開偷來的車子，那你沒入之後，難道就不給原車主嗎？所以不會是這個樣子。租車來的那這個租賃的公司對這個事情，他自己應該有這個風險的意識，要去做控管。防治新型毒品，因為部分新型毒品有可能用電子煙這個載具來食，衛福部嘛要修法，持有類粉品甲伊的組合關鍵，一旦依法沒收以外，也會當罰3萬至10萬的罰鍰。相關修法會佇6月陸續提出。記者採訪報道。